喂，聽講話七劍變強咗喎，係削弱定變強啊？我話削弱啊！你都算好嘢，KY，居然用加強嘅名義嚟到削弱。你咪以為將技能一左右嘅飛鏢變成可以位移嘅飛鏢就可以呃得到我係加強啊？咁呢個時候啦，大家應該會問我做咩咁嬲啊？點解會講話係削弱啊？應該會問到一啲問題啦。好，唔緊要，我而家俾你睇睇條片。各位依家明唔明咩意思啊？佢將隱藏飛鏢同埋普通飛鏢個彈藥數量共用咗啊！咁呢個有啲咩影響呢？就係當你用技能2/6鎖再接技能1飛鏢派生嘅時候，你會少咗一次用普通飛鏢嘅次數，亦即係話你用咗一次隱藏鏢嘅話，你就會少咗一次用破盾鏢嘅機會。呢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重點嘅，仲有一個重點嘅。打無證嘅時候，以前我用1次6鎖再加1次隱藏鏢就可以避殺佢3段飛機，但係記住啊，以前係可以3次技能2/6鎖接3次隱藏鏢，並且係唔計彈藥嘅。但係依家呢，佢就將個彈藥計埋咗一齊。當你用技能2/6鎖嘅時候，如果你技能1嗰陣時候係冇晒飛鏢嘅話，你就撳唔到隱藏鏢。好啦，係咁，我當一個概念。如果我啱啱係用6鎖接技能1嗰個飛鏢用完嚟避無證嘅飛機嘅，係咁，我邊度仲有破盾鏢去打佢個盾，或者去打不正嘅盾呢？各位明唔明我意思啊？呢個100%係一個削弱嚟噶。然後再補充多少少嘢啦。當你以前用技能2/6鎖嘅時候咧，喺你用之前你要撳噴射槽噶嘛。當你用噴射槽，再用6鎖，再接埋用飛鏢，我當你用3次呢個成個過程啊吓，都只係會用你一半嘅氣或者多啲咁多嘅啫。但係如果依家你為咗慳翻啲鏢，而淨係用技能2/6鎖，而唔係用技能2/6鎖加隱藏鏢嘅話，係咁你用晒3次6鎖嘅話，就係用咗2/3嘅氣。即係你得翻少少氣去避任何攻擊，你避得你就唔可以攻擊，你攻擊得你就唔避得，就係咁樣。當我自己試完啲招之後，我心諗你都真係有牙無齒啊 KY， 仲話自己加強喎，咪即係削弱咯，屌你老母，超 P 都削啦，我真係唔知下一步會做啲咩啦。唉，咁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先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